了，伫下晡阮有时间开会，圣徒相通三角分享，也是要打气，献出感谢。下面的时间主是9月10日，伊个课耶稣基督的圣先吼，先感谢我们长老吼，真勇敢，真欢喜的接受我邀请。我是啊海要邀请我们几个理由。最近因为含我们这三个同工吼，我建议真侪生活真规律，值得我学习啦吼，值得你学习。可能你已经有啊。我若差不多下晡5、6点吼，迄个时间卡定咧。好，我要来煮饭啊！就要煮饭。9点我卡，我要来困啦。所以是早困早起来啦。吼，7点我做无到，我是爱晚困的。我足爱一日去过去的。愈晚困咯，即日就是愈长安尼。所以就愈晚困啊，我的时间2、4点钟我就变偌济2点。所以我的习惯真歹。人伊嘛早困早起，透早6点。所以有真好的生活习惯。佮一项吼，你拢拨时间运动，一定爱运动。即项吼，我即摆我打游泳转来吼，就是运动，有咧运动。第三吼，佮有咧写日记，你拢写日记，好，咱有咧写日记无？所以这无简单啊，毋知写几十年，我毋知较了爱甲你讲吼。佮一项吼，就是因兜吼，长期有一个厝边的查经班。恁咱兜敢有查经班？无。所以我听伊咧讲这样了，我这值得咱分享。因为马太福音书4章40讲，人活毋是活靠饼，是活靠上帝话。谁害我做上帝话？因为圣经所记载就是咱的基督，咱的上帝，安怎来带领人，安怎来赐了恩典互咱。咱若无对圣经，咱毋知影上帝恩典遐尼大，上帝带领的能力遐尼大，所以你若通过这圣经，帮助你的信仰会当你的灵命会当较忠实。上帝话是带着气力的，但是上帝话要咱通的，咱伫哥罗西书3章16节有讲，着用各样的智慧，将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伫心内。表示读圣经毋是乱读的呢。爱用智慧呢，我读圣经吼，即摆较侪个较咧背啦。其实我资料是做过背圣经在，若咧圣经的比赛，我拢伫顶，中间就无背。最近要开始咧背，我遐有一本100句的经句吼，有诶足长咧，但是今仔背了10句，原来佫来一些话，内容知影几招几赞吼，意外使的，但是逐日背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讲，读来甲即句袂歹。安那抄落来，抄，你若抄记嘛袂歹。佮另外一种就是讲，迄是一个迄落牧师讲吼，你若读安那祈祷啦，读到遐吼，毋知影意思，祈祷真嘛有当时来到遐，感谢、学乐、赞美，嘛是一个方法。所以，但是这拢家己的方法，佮要紧的方式，三甲做伙查经，刚才我读的内容。读的甲我无相像，明明看就是电影，大家感想无像。明明读圣经，你所体会，上帝互你的启示甲光照，每一个人无像。所以三甲读圣经有迄个好处，所以咱教育一直几若单，拢是有这个圣经教育也好，查经的智慧。所以今日吼，咱请我们这来甲咱分享。除了读圣经，佫一项叫做祈祷。祈祷甲读圣经就是基督徒的2个翅膀，这2个翅膀若有。飞得悬，飞得高，飞得远，所以这是咱灵命成长提倡这2项代。减一支嘛袂使袂使干那要祈祷读圣经，嘛袂使干那要读圣经祈祷，2项相时。咱即时阵将这时间来交互苗万长，还紧张，毋知偌久啊使啦。因为咱先来替祈祷吼，人来咧伫台顶咧讲着，互咱下底替祈祷，绝佳的气力吼。OK， 好，咱欢迎拍鼓者吼。我认真。我吼大声就是讲，为你这甲我讲，为你这人甲你讲，你就是 yes 啊，无 no
他拄啊你在讲遐个话吼，伊讲我5点外6点外，恁逐个嘛是拢爱煮饭，敢无人煮饭，啊无是要食啥货，我家己嘛要食，我嘛着煮，敢毋是吼？好命啦，免煮啦，我5点就爱煮饭的啦。都是我当时你下讲，我要来煮饭啊，你甲我笑，我讲本来就是安尼，人就是你较暗顿我就爱煮饭嘛吼，这废话少说。我咧讲吼，伊甲我讲了后，伊讲我开始对一本灵修的册啦，伊拄仔咧讲到即个圣经的了吼，我这是即本册讲的，讲圣经吼是迄款咱国语讲学无止境安尼吼，你若有偌侪本领啦吼，你就会当为圣经吼得到偌侪知识吼。伊这讲我拢会同意嘛，吼咱无论咱需要什么吼，圣经拢会当甲咱提供咱的答案就对啦吼。伊讲你若忧伤的时吼，圣经的话会当甲咱安慰；咱伫困难的时候，圣经会甲咱开路吼。需要欢喜的时阵，圣经嘛会互咱伫遐学乐赞美的吼。伫咱人生伫遐咧安尼，毋知要安怎行十字路的时啊，圣经甲咱鼓励，爱互咱答案吼。圣经意思是讲，你愈研究，你得到的就是愈侪啦。迄款互较无教育的人呢，伊会当对圣经得到帮助。安尼有学问的人呢，你著去深入去查考圣经吼，伊会大开眼界啦，就是讲安尼讲圣经就是，伊遮写讲圣经就是咱要人捌上解好啥，一本册安尼吼。这我最近拄啊读迄灵修，我讲你这要叫我讲起来，讲因为伊甲我讲，你要讲偌济，我讲我考语文这道理好啊，因为阮大个查经甲囡仔就是无啥物，伊讲你着去找一寡想要来讲，我学完拄好，我有即个灵修拄啊食会安尼吼。加减讲一寡遐个来斗我的时间就对啦吼。我即摆开始讲我的背景啦吼。我的外公吼是传道啦，我的阿舅牧师，咱的牧师法吼，这是我这边的背景啦吼。我老爸，我会记我细汉，我老爸就是做长老啊，伊敢若是做甲伊。就咱讲终身制迄款型的，做长老做足久吼，安尼。教是因迄边的，我算安尼较济大个基督徒，教是伊的阿伯，就是苦红无牧师，才得到道理，伊引带因爸爸因迄个兄弟来信主，所以教是应该是第二代啦。我比伊较侪代就对啦吼。我伫迄个啥，我11岁时，阮老母就过身去吼。我老爸是气科吼，无用。咱伫我细汉的时，我无人讲叫我讲爱读圣经吼。做囡仔时毋捌讲要读圣经安尼吼。伫教会，咱就去教会，主日老师嘛是甲你伫主日教尔，伊无甲你鼓励，讲你等于每日都爱读圣经。我毋知恁遮啦，因为恁位倒会开始每日咧读圣经，吼，我家己的是安尼咯吼。我去到高中的时吼，阮迄是庄下教会，一寡较像讲我的阿兄阿姐，因拢去读大学，就出外去啦，伫这庄下就无。我高中就爱做主日的老师，吼，迄阵家己嘛是毋知，但是你着爱去做主日的老师，无人啊。拢一寡遐个庄下的人来阮的教会吼，所以我就爱去教主日，真要讲家己抑阁毋是真牛，但是嘛你着爱去负责去做主日的老师啦吼。我去到大学的时吼，嘛无感觉讲，都拢无人甲你讲，你每日来读圣经，吼，你爱灵修，家己爱创。迄阵若去教会时，我会记吼，你要。甚至你要献圣经，你都毋知影，你若无，你揣无啊？倒一张，倒一个，你毋知要安怎献啊？吼，
就是迄个较早的情形就是安尼吼。伫到我结婚了后吼，你知影吗？赵信伊有读圣经，伊可能人有教我毋知去问伊，啊，我才看讲哦，人有读即种读圣经的吼，啊，我才开始讲哦，咱爱读圣经吼，啊，我嘛才开始要读圣经，才知影讲爱读圣经。虽然阮是基督徒遮地代，但是无读圣经。我开始读圣经，但是迄阵啊，囡仔细汉无闲，规日安尼愈会足忝。你到暗来要读圣经哦，开始拄久了哦，就是无时间通读啦，袂讲安尼足专心咧读圣经。迄个较早的是拢咧母家庭安尼吼。啊，阮迄个啥囡仔吼细汉的时，我家己嘛无叫囡仔读圣经。吼，迄啊囡仔，我迄囡仔是安怎？甲送去迄个教会学校，因为小学就是为kindergarten甲6年拢伫迄个教会学校。啊，伊教会学校讲有教即个 Bible， 因爱暗念圣经啦吼。啊，因啊幼园有拢有迄个Vacation Bible School 嘛拢有去，就是讲囡仔有伫遐咧学圣经，就是讲互因知影圣经。但是我做老母的无伫遐讲切度因讲哦，恁囡仔逐项都爱读圣经安尼吼，迄个无吼，即个啊，但是我即马就是讲，因阿嬷就是招神的老母吼，就是阿嬷啊，因遐住个，因阿嬷就足孝敬囡仔的即个圣经。伊定定讲，叫伊遮孙仔讲，恁爱读圣经背金句，啊，因囡仔若会晓背人，就是讲1箍还是5角，伊就奖励安尼吼，叫阮遮个囡仔爱去背圣经，才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我即摆咧想，就是讲，迄个时，即摆我伊咧准备遮个时阵吼，才去想讲，迄差不多，迄是19毋知几年，阮大家大官拢遐伫个时，迄阵啊来教会，阮一代西迄个有练吼，阮爱坐8个人，吼，就是讲，阮一家就6个人嘛，啊，搁因阿公阿嬷，有当时啊，搁迄个导游因爸爸妈妈伫遮时，啊，一家，迄阵啊，你即马，迄当时袂感觉讲宝贵，即马来甲想起来吼，啊，一车来。啊，就为早时甲下晡来转去，啊，囡仔拢伫教会。咱迄阵啊，咱逐个来就是拢伫教会啊。啊，即马来甲想到迄是一个真宝贵的时阵啊，互我回想起来吼。啊，我大汉的甲第2个还袂去读大学以前啊，阮若伫厝呢，就是讲。有啥物聚会吼，就是讲你若是讲Christmas 啦，是Thanksgiving啦，是啥物特别有家庭礼拜啦吼，牵因阿公阿嬷啊，阮就有家庭礼拜。啊，家庭礼拜就是有读圣经，因为迄就是迄阵啊是安尼尔，无讲读圣经，即个读圣经甲因教安尼，就是囡仔啊查囝去较大学去的时阵啊，愈一个出去尔。就无转来，啊，搁来结婚嘞，搁有囝婿。即摆因有囝婿了咯，连讲家庭，若是讲来讲30几年啦，咱若像拢来做伙聚会，嘛要安怎讲？敢若是食饭一个祈祷尔嘛，毋敢讲有一个礼拜安尼教安尼，因为囝婿伫咧，咱搁歹势讲搁来，迄若咱个囡仔就是讲较早安尼教大家会使，即摆搁有囝婿即嘛，吼，迄个讲连礼拜都无去吼。啊，我袂记咧讲，阮即摆我就是咧甲你即个甲我讲，阮咧家庭就是，阮两个啊甲 Erica 甲 Jeff， 哦，阮有4个人开始即个咧读圣经，就是为开始，迄已经偌久我袂记啊，但是就是讲我本身嘛有知影讲，较
经啦，你知影家己较会爱注意安尼，啊，佮囡仔吼无去教会，咱囡仔前伊所在遐少年因安尼一去吼，啊，就咱囡仔咱无去教会吼，啊，我讲安尼嘛袂使吼，咱无得来厝家己读圣经啦。阮开始就是安尼，啊，迄个就是讲每一个礼拜，阮经读章吼，读一章就是为安尼读啊，轮流主理啦，就是为因的朝廷开始我吼，啊，按逐个安尼轮就对啦吼，啊你，迄个阮为什么开始读呢？我会记迄阵就是讲，我感觉讲。真言足要紧的吼，迄个家事吼，恁甲看吼，我咧准备遮去看真言吼，我今仔日就迄个圣经节就是讲真言第1章第7节讲，敬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嘛吼，这就是我讲我就是这个啥这所罗门王的伊的经验吼，伊讲，我毋免搁去读，我敢若迄张圣经册，但是伊只吼恁若转去吼，恁家己搁去看遐个圣经册，伊拢足侪咧教示伊才写讲我的囝，这是咱的爸，咱即个咧读啊，但是即个是现代中文译本即个，伊拢讲少年人吼，叫伊少年人。主要拢我读即个较要紧的即个吼，伫真理，伊讲你爱谨守老爸的教示啦吼，毋通袂记你老母的教导啦吼。哦啊，我看即伊毋是干那只足侪位拢有即个所在，即咱做父母的人，当然嘛足爱。一节吼，我看恁若有囝的人，你嘛是爱讲恁囝会当安尼啦吼。啊，因为我要怎讲呢？昨拜六你毋知有看迄个台湾启示录？我看一看尔，我无看，你来看。啊，迄讲啥？咱大汉20年前一个叫做吴新华，开毋知几个人。啊，因兜伊个伊一个二兄甲伊一个小弟3个，因若毋知是几个，我拢因无看足少，3个拢死刑。啊，即个吴新华判10个死刑，伊讲咱台湾上界大迄个案件吼，而且讲判10个死刑。我昨昏安尼想讲，哇，即个老母是啥物人呢？老爸老母啊，3个囝3个拢判死刑，啊去做遮个代志。啊，你会看讲，即若因读即个，伊较早若有讲即个信用吼，即个为真言即个看，因为你甲看迄真言伫第1章，我咧看伊头遐有讲，歹人迄当要引诱你囡仔哦，咱来杀人啦，咱迄较无代志的，伊我看伊照恁若恁转去吼，家己搁去读的吼，伊讲叫遐个人讲，哦，咱敢若是有遐少年人想用啊。咱来杀迄个人，安怎啊？摕遐个财宝出来，安怎？吼，这圣经伫遮就讲你甲读足新鲜吼，就是讲因迄嘛就是安尼变，伊遮嘛有搁讲吼，啥呢？劝少年人毋通去啥，去惊奸淫啦，吼，这淫乱啦，吼，啊是讲伊讲贫惰的人啦，吼。贫惰的人拢敢若困啊！你若敢若困，你就无通食，你就爱做人的，爱去共做人的无通食。搁温困的人会当啥掌权，贫惰的人你就啥做苦工尔。你甲看这吼，这要互囡仔读了，你家己毋是干那少年人，咱即马嘛是伊是写讲要互少年人，但是对咱嘛是抑阁真有迄个互咱境界啦。咱若去以头前个，你家己讲，因为吼，要怎讲？我前一个朋友咧甲我讲，伊个朋友啊，讲去大陆啊捌着一个，迄个人已經80幾歲，啊，佫肺癌第3期，伊讲，敢若拢寄錢去互一個
查人迄个查人才几岁，伊讲甲讲物件，我讲毋是干少年，老的爱出嘴啦吼。就讲咱老人吼，如果你是讲你遮老，你袂做毋着无，所以咱爱勤读即个圣经的教示，会互咱行较，拢你行较袂歪错就对啦吼。啊，阮因安尼逐个轮流，阮开始为今年，我会记阮今年读2摆，旧约内底就是诗篇啊传道书。哦，今年即3个，啊，搁来阮为新约开始读，新约阮开始读的我无照头，我是为怎啊感觉讲罗马书较歹读，罗马书较好，阮为罗马书开始读，读到上尾的时阵，启示录无读啦，吼，启示录咱搁来，阮即马搁为即个啥马可，吼，啊，即马就是咧读马可安尼啦吼。啊，你逐个主持的时阵，就是讲，阮是用迄个啥，迄个英文的迄个安尼啦吼。啊，我英文嘛，安尼就是讲会较进步啦。有当时互我英文嘛袂晓读，啊，发音读毋对，我拢叫囡仔通教者，讲囡仔读毋对，你著爱讲者吼，会互因安尼，家己嘛是算读英文，家己进步安尼。啊，了就是讲，伊主持的人。爱上尾的祈祷，伊爱祈祷啦吼。啊，即个祈祷就是讲，咱做爸，未好要祈祷时，咱做爸母的人，大部分因老爸啦，伊就是教训伊会小，阮较会较囡仔当然读无遐尔啊仔细嘛。啊，你做爸母的，你就是趁即个机会，想煞搁解说较清楚一下安尼吼，啊解说。啊了后嘛是有啥物代志，咱家庭有啥物代志，啊你要甲囡仔讲，啊你拢趁即个机会，因为吼囡仔大汉哦，你要甲讲吼，无时间伊嘛毋听你吼。即是我感觉讲恁若，我的感觉是讲这是上好的机会，我要坐来甲囡仔讲，若有啥物代志要甲因讲，拢是利用即个机会啦，吼。了爱叫因。代祷吼，讲咱有发生啥物代志，恁爱有即个代志代祷啦，安尼啥，互因囡仔知者吼，看咱有啥物代志安尼，啊，逐个了才主理的人做伙安尼祈祷吼。这是就是讲，阮的查经班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我毋茫讲囡仔吼，因虽然但是安尼通过即个阮的查经班，互因迄个信仰吼，会当强调，因为我细汉互因去。教会啊，迄个学校嘛是爱讲因迄个信仰的迄个经济也伫伊内底，互伊一生看会讲无去嘛，有无吼？你有一个信仰伫伊的内底，我嘛并且来祈祷咱会讲爱囡仔，有一日因伊会搁迄个经济伫内面，吼会当搁即马阮迄个大汉的 Emily， 哦，伊讲伊去。迄个博伊因迄个教会，伊即马开始因囡仔大汉，伊带迄个囡仔去伊满头去参加迄个主日去的安尼。吼，伊较早拢礼拜日定时爱功课有法度，啊，即马伊较会当伊若有闲，伊会带囡仔去安尼。吼，这就是阮兜的查甫。啊，我甲吴姐姐讲，我讲都无偌济嘛，你要叫我较拜五暗时阵吼。咧困的，即马伊头仔有比这讲我困早困，但是吼老啊吼半暝有时拢困袂去，咱困袂去就想东想西，我才一想着讲，伊讲我家的查经班，我家的查经班无一定是讲阮兜的成语的名嘛，敢毋是我家的查经班？我就开始想着讲，孙牧师的时阵，伫阮兜嘛有查经班，几啊年呢吼，我才去找我的。就是这讲我有写日记啦，有无吼？哦，我去甲找我的日记出来吼。我即马小甲恁讲一下哦，我这是敢若小可大概咱品一下我的日记吼。1994年吼，7月初5，我写我日记紧好写讲，孙牧师来迄个查经讲，迄日我查着客家书，我讲牧师有。
详细的说明啦，互阮搁较了解。我家己读吼，袂有遮尔啊侪疏忽，这是我伫我顶头写的安尼啦吼。8月初2吼，讲人真少啦吼，敢若舞龙兄，我才想着讲，舞龙兄因夫妇较早就是住伫迄个迄边嘛，属伫南区的，毋是即马恁东区嘛吼，重林兄夫妇到阮安尼尔，迄8月初2是安尼尔吼。9月初6，重林兄一车5个人吼，我重林兄载来，我有写讲，孙弟兄摕一条丝花来，吼，来安尼吼，这就是我的一记，我就是甲讲我查经班，阮几啊年吼，1995年吼2月初7，我顶头写讲查经班，互你约偌济人，18个人。我写遐济讲18个人呢，咱南区的吼18个人，毋知啥物人我嘛，我无写，我嘛写讲18个人尔啦吼。嘿，阮大家也对对。3月初7吼，这是95年了，3月初7有16个人，吼，算安算拢袂歹咯吼。即马来讲，1996年的时阵，这是12月17了，人真济。阮有去甲阮大家报佳音，这就拄啊我迄个 Christmas 来遐，所以有去甲阮大家报佳音。1997年吼，8月19吼，我写讲舞龙兄夫妇无够，其他拢够。就你请我写讲，我写讲，可能嘛，我毋知啦，我敢写安尼个吼。南区吼，还佫有真侪人。我就是捌无教你较会写。嘿啦。我讲写讲南区还佫有人，但是吼很少来参加的，还佫有人。咱南区的拢嘿，我毋知啦，这我写我着嘛，嘿啦，嘿啦。10月28吼，人袂少啦，点心拢是水果啦，金蕉、往来、鱼啊、肉丝瓜啦。我写一个讲迄阵来参加人，大家拢炸迄个物件来，阮伫遐查经的时阵了后一个高鱼嘛，大家就是拢炸来安尼，迄只拢水果安尼啦吼。即马1998年啊吼，98年9月2，我写啥你知？惠美姐甲阿珍特别来参加，吼，因特别来，因都毋是委屈的，因两个特别来参加啦，吼。9月22啦。毋是，啥啦？9月22有特别的日啦，阮结婚的纪念日啦，因来参加，吼，我会记我顶下佫写，伊佫摕礼物来安尼。无啦，哪有礼物？哦，10月20吼，甲咱写讲，迄阵嘛点心足济，无写啥话啦吼。11月17，写一个讲，迄阵咱是的妈妈，伊就是迄个，嘿，伊来甲咱煮迄个东西啊，嘿，伊来甲咱阮参加的人煮意完生啦吼。1999年吼，9月1日，咱为台湾地动祈祷，迄拄啊上好伊嘛。嘿，阮查经班为迄个地动祈祷啦吼。10月19吼，讲遮写讲，我有煮蚵仔粉圆，牧师娘、孙牧师娘，伊准备迄啥物粿来，招顶遐有烘番薯，盐顶这是乌粿，上面摕枣啊，米欠咧煮绿豆汤，你著看阮查经了，迄点心遐济拢食，大家拢食袂了安尼啦吼。10月2日，迄可能是我 Christmas 遐吼，煮啥物
我煮什么蚵仔米粉，蚵仔米线，啊无顺利吼，煮米粉汤，啊我讲会啥？母用兄甲招德兄拢感冒无来，因两个感冒无来安尼。哦，这就是讲我写的这个日记，我去甲找一下，咱迄当时伫遐，迄个有18个人，实在是我看是讲，迄当时有18个人，安尼足无简单，阮敢若南区的尔，对，啊佫有诶讲南区的毋来参加过。有当时阮兜有人摕着，佫有maybe安尼啦。但是你甲看讲，咱家算讲迄阵啊，高明仔甲白学者拢来啊。嘿，迄阵阮南区是，管理长也袂搬，也无伫南区，伊无伫南区，伊伫东区嘿。啊，所以讲这写这我写日记，就是讲记一寡你家己吼，因为这是安尼咱变一个习惯，我已经毋知写。几20年，毋知几十年有啊，我都知影。毋哪有，因为我1970几就开始写，嘿，啊写简单去买迄款的吼，啊，我感觉写就是讲，你家养成有啥要紧的代志，你搁转去找，这项代志安尼吼，安尼你就啥，这是。互咱大家一个讲，你家己若有习惯，安尼，你会去要去找有啥什物代志，你会当找着安尼尔。吼，啊，我今仔日会分享大家，我是讲啊，大家轻松，我就是用差不多安尼一个讲，嘛讲是安尼，大家轻松的，毋是我无买什物大道理安尼，就互大家安尼样吼。OK， 好，大家。写讲，你唔好惊恁囝生气，要安怎？迄啊，迄就是咱大家朋友爱来研究讲。我讲我这5点啊煮饭吼，是足准时逐日的咧。咱有当时会早的换，我有当时8点吼9点就叫，就是5点啊，啊了就开始趁，就甲伊迄个船啊，做沙拉啦。伊生活就足有规律啦，吼，这项我真正会学习，我可能你台湾拢有。啊，迄个舞龙呀，我甲看是咱个出席率上好。礼拜啦吼，献歌对啊，参加聚会，可能咱若庆祝有要庆祝50年，办一个啥物出席率的奖。OK， 然后这是咱教有4个囡仔的妈妈啦，我请伊第一个分享，6月请杨吼，4个囡仔，我请伊来分享哦。育儿谈啦，你讲拥有家己的迄个伊信仰的信仰吼。读圣经吼，亲像咧乌宝啦。我想是咧乌宝内底有真济金银财宝，你愈读安那愈有啥？应该是愈读愈滋味。当你读出滋味来时吼，你着爱不释手，你着爱读啊。啊，你若甲当做功课，你着不爱吼。因为有一个牧师说，不但要吃吼，不但要读，要吃进去啊。迄阵我毋知吃进去是啥物意思吼。后来又解释讲享受啦，吃进去毋是。把迄个物件食入去，啊，食的是你的享受吼，所以真感谢然后今仔甲咱分享一个读圣经，伊是真够安尼有恒心啦吼，啊，真够坚持啊吼，啊，我听讲环保伊足坚持吼，所以今仔日我准备的点心哦，就是配合伊环保，就是讲食冰淇吼。啊，你着免用盘，敢毋是？吼，伊食柑仔嘛免用盘，摕果子嘛免用盘，啊这有咧迄个啥一粒一粒的迄个啥巧克力吼，迄嘛手体，所以今仔日大家拢用纸哈，绝对我无传盘吼，这是环保，伊坚持环保，啊，我咱来配合吼。本来我是想讲，敢袂使永远拢无用着，一半摆用着请伊原谅，啊，真诶我特别配合拢尽量去头壳底想讲是啥物物会使毋免用。真少定来咧食迄，所以我自己想看有较简单，真少 OK。安尼今仔日的分享到这，咱其他毋知有啥问题要问无？你查经是英语还是台语？查经你用英语用台语？嘿啦，一半一半啦。伊若讲用中写着参的，咱你甲囡仔咧讲话共款啊。啊，但是读是用英文的读
台的哦，啊，你读10单无？你还有10单无？中文嘛袂了啊，有10单的时间无？啊袂了。啊，未10单啊？啊，写日记写几个单啊？伊就是咱个少年的出去哦，少年出去了，啊，Erica 转来。哦，OK。伊写日记吼，我定下面定定种这当这西，我两个定咧，伊要安尼，我要安尼，有着小个代志吼。哦，阮迄毋通写日记来，我讲，哦，咧安慰你伤济。阮两个来相反，有当时会无相像吼。所以，但是吼，因为安尼有互动吼，人甲人的关系较 close 吼，所以。我感大家拢做 close 的，我就爱敲电的，所以你嘛上伫爱敲电，让敲电讲话吼，你脑袂退化，因为你哪讲哪想，哪讲哪想，啊你会回应嘛吼。所以有时间无来的人，请咱家敲电的，啊，啥物人无来，甲敲一个电的，吼，真多谢大家，大家宝贵时间啊，了，咱请吴师传来结束祈祷爱，好，后壁咱来简单用咱的迄个点心吼，多谢。咱做来祈祷，今日特别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爱阮得到福气，就是你爱阮透过遵探你的旨意，啊，这个旨意拢记伫圣经内底。阮若无读圣经，就无法度明白主你的旨意是啥物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啊，就会当亲像赵市长老因这个家庭共款，有一个好的养成读圣经，甲你有建立亲密的关系的习惯。毋通安尼，也将这记好的宝贝来传互阮的囝儿时世。咱为着今仔日所领受这个分享的福分，来献上感谢，也求主你祝福阮后面啉食甲四散较好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。